咁喺技術上面啦，智能合約大多數都係部署喺 Ethereum 上面。咁 Ethereum 係全球第一隻支援智能合約嘅區塊鏈平台，係由2015年推出嘅。佢咧就可以令到開發者向一隻叫做 Solidity 嘅coding language 去寫低一啲唔可以更改、公開透明嘅條件邏輯，部署喺區塊鏈上面。咁呢啲智能合約嘅特點啦，就包括去中心化，唔會單一依賴一啲服務器啊，或者啲機構啊，咁嘅系統咧就由成千上萬嘅節點啦，一齊共同去維護嘅。第二就係唔可以更改，咁一旦部署咗咧就冇得改啦。第三就係自動執行，唔需要任何人為嘅干預，只要條件滿足咗咧就可以立刻執行啦。第四咧就係開源透明，所有人都可以睇入邊程式碼嘅內容，冇黑箱操作。咁呢個咧就可以令到任何人都可以寫一個應用，例如眾籌平台啊、NFT 市場啊、去中心化保險啊，然後咧就交俾個系統自動執行，而唔靠任何或者唔信任任何中間嘅機構啦。咁我哋咧就用去中心化借貸平台 Compound 為例子啦。咁用戶咧可以擺啲資產啊，例如 USDT 啊、USDC 擺喺個平台入邊啦。咁平台嘅智能合約咧就會自動出去借俾其他嘅用戶。咁同時根據借出同借入嘅資產比例咧去計利息嘅。咁成個流程就係存入、計息、收息，全部都由智能合約處理。咁佢有四個優點，第一就係個速度啦，咁佢基本上就係 24/7咁樣自動執行嘅，唔需要等人哋去批核嘅。第二就係成本，我哋係慳咗銀行同埋中介嘅費用，手續費咧就係嚟自鏈上面嘅交易 gas fee。第三啦，就可以防止呢啲欺詐欺騙啦。咁所有條件已經寫死咗喺個程式嗰度噶啦，冇人可以後悔或者冇人可以抽水自己改任何嘢。第四咧就係信任最小化，你唔需要信任何人。淨係需要信程式碼同埋數學，咁呢個就係令到智能合約喺金融啊、保險、物流、遊戲同埋法律合約等嘅唔同領域都可以大展拳腳。